就毁了赤峰尊。顾青。 换上次留守最末的那个修士来。他叫什么？回宗主，他叫孟瑶。聂宗主，孟瑶，是。为何不和旁人一样进山洞休息？宗主，跟我走。 说真的是孟瑶？对，就是他。不会吧？金光善的儿子？金光善的儿子能跟咱们混成一个德行？就是回去找他爹呀，动动手指就能让他不必这么辛苦了。人家拿着信物，千里迢迢从云梦找到兰陵去，不就是想认这个爹吗？结果呢？结果啊。 被人一脚从金陵台上踹下来了呗。不是我说，金光善啊，在外边生的那么多，儿子女儿最起码有一打吧？你们看他认过谁没有？所以啊，这次闹成这样，也是他自取其辱。人呢，就是不能盼着自己不该盼的东西，到最后摔得头破血流，怪谁？谁也怪不了，自首的。是，就是，傻不傻呀？ 有一个金子轩，金光善还稀罕什么别的儿子？更何况还是个千人骑万人压的娼妓生的。鬼知道究竟是谁的种。我看呐，那金光善也是心里犯嘀咕，才不敢认的吧？哪儿能啊！我看他呀，根本是忘了自己跟那个女的有过这么一遭了。一想到金光善的种要认命的给咱们打水，我居然还挺高兴的。认什么命？ 人家可使劲表现了，没看他那么卖力吗？整天跑来跑去做这做那，多殷勤呢！巴巴的就指望着混出名堂来，他爹肯认他回去呢。宗主，喝着别人辛苦给你们送的水。 嘴里却说着如此恶毒之词，你们投为我坐下，究竟是来为民除害的，还是来嚼舌根的？
孟瑶，宗主，男子汉大丈夫，站得直，行得正。这些人越是在你背后大放厥词，你越要做的，让这些人无话可说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副将。孟瑶，多谢聂宗主。孟瑶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宗主，请您等等，请您听我解释。你还要解释什么？就在刚才，我看到他因为失误放走了薛洋，我立刻找他理论。谁知他竟然想杀我，还说我的母亲，说我的母亲是，我这才杀了他。你撒谎！若真是忍无可忍，一时气昏了头，杀人时又怎会是你方才那副表情？又怎会特意用温氏的剑？又怎会伪装成薛洋所为？你分明是处心积虑，蓄谋已久。总领前几日跟我说过，那天。总领大哥，你在跟谁讲话？啊？没有啊。那你在干什么？孟瑶是按照宗主的命令，负责看守犯人薛洋而已。你撒谎！我刚才明明看见了，你在讲话。你给我如实说来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总领大哥，您误会了。总领大哥喝多了，快送他回去吧。哼！长戟之子。怀桑，我去地牢看薛洋。哎，孟瑶，孟瑶，我问你，你第一次见我之时，你可是故意装作饱受欺凌的弱态，好要我出手帮你。若那天我没有为你出头，你可会像今天一样，把他们全杀了。我不要在我面前撒谎。今生能遇赤峰村，孟瑶无悔。今日你
救了我一命，我不动你，你走吧。我不管你是回金氏还是去哪里，总之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拜见仙都。聂宗主，久违了。是你，是你！我真是没有料到，你也会有今天这般狼狈的时候。你给我滚！你还以为自己是河间王呢？看清楚了，这可是炎阳殿。什么炎阳殿？不过是温氏的巢穴罢了。你走狗，有本事把我也杀了！好啊，有谁还想说那个词吗？走狗！聂宗主，您不如看看这是什么。聂宗主，大夏从前可在我手里走过不少遭，您现在才生气，不是太迟了吗？把手拿开！您这把刀呢，勉强也算得个一品灵器吧。不过，比起您父亲聂老宗主的那把刀，还是稍微差上一些。您不如猜猜，温宗主这次要拍上几下，他才会断呢？我记得那断刀送回去的时候，老宗主就死了，气死！不行，明觉兄，西辰，你终于醒了。把刀给我！聂宗主，明觉兄，聂宗主，您身上还有伤啊！西辰，你别管。你方才杀了聂家修士的时候，方才那形势是我没有办法。什么叫没有办法？做不做在你，杀不杀也在你。真的在于我吗？聂宗主，你我若是异地而处，不会，明觉兄，西辰，让开！明觉兄息怒。宗君，明觉兄，当初他离开清河，我当为何没了他的消息？原来是做了走狗，在不夜天城助纣为虐。明觉兄，你可知在此之前，给你看岐山温氏布阵图的人是谁？
你可知一直以来，我们的情报源头是谁吗？聂宗主，方才在炎阳殿内，虽是为了骗取温若寒的信任，不让他发现端倪，但我出手伤你，还出言不逊。明知聂老宗主是您心头伤痛，还要故意戳您伤疤。你该跪的不是我，而是那些被你所杀的修士。温若寒性情残暴，平日里稍有拂逆便状若疯狂。我既要伪装成他的亲信，旁人侮辱他，我岂能坐视不理？很好，看来这些事你平时没少做。明觉兄，阿瑶他身在岐山，他做出一些事情也是身不由己。我相信，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的心里也是。如有一心，千夫所指，天人共怒。好了，听过二哥弹的琴了，我这就把我这把砸了。阿瑶的琴在姑苏以外也算是很好了，如若能得到名师的指点，定当一日千里。名师就在我眼前，那可不敢劳烦。蓝先生要教什么？清新音如何？好。大哥，大哥！
魏婴。阿瑶，大哥他心性不比从前，你千万不要再惹怒他了。他最近深受道灵侵扰之苦，若不是你日日给他弹清心音的话，恐怕他……金光瑶，大哥，怎么了？你别动，你出来。二哥，劳烦你帮我再过一眼百花宴贵宾的名单，我先去和大哥说点私事，回头再请你讲解。大哥，何必如此？有话好说。薛阳呢？他已被关入地牢，终身不释。我当年在不敬时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要他血债血偿，你却给他来个终身不释。只要他受到惩罚，无法再犯，终身不释和血债血偿也并无。我问你，当年在不敬时，究竟是谁放走了薛阳？是我的总领，还是你？我没有，我为什么要放走他？不过当初是当初，现在长平已经翻口，没有任何明确证据证明薛阳屠杀了长氏50人，而我父亲又一定要留下这个人。为什么？他身上还有一块阴铁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把他重新招揽回来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大哥，真的是我父亲的命令，我无法拒绝。你现在要我处置薛阳，我该怎么去跟他交代？孟瑶，你少在我面前耍花枪，你那一套在我这儿早就通通不管用了。我那一套？我哪一套？大哥，你总骂我工于心计不入流，你说你行得正，站得直，天不怕地不怕，男子汉大丈夫不需要玩弄什么阴谋阳略。好，你出身高贵，修为也高，可我呢？我跟你能一样吗？我一无修为根基，我长这么大谁教过我？二无世家背景，你以为我现在在兰陵京师站得很稳吗？你以为金子轩死了我就扶摇直上吗？金光善他宁可再接回来一个私生子，都没有让我继位的意思。要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就是怕天，怕地，我还怕人。说到底，你不杀薛阳，不过是不想动摇你在兰陵金氏的地位。我当然不想。不过大哥，我一直都想问您一句话：您手下的人命，只比我多，不比我少，为什么我当初只不过迫于形势杀了几个修士，就要这样被你一直翻旧账，翻到如今？好，我告
告诉你，我刀下亡魂无数，可我绝不会为了一己私欲而杀人，更不会为了向上爬而杀人。大哥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您是不是想说，您所杀者全部都是罪有应得？那么敢问，您是如何判定一个人是否罪有应得？您的标准就一定公正吗？说我杀一人，活100人，这是功大于过，还是罪有应得？欲成大事，总要有些牺牲的。那你为什么不牺牲你自己？你比他们高贵吗？你跟他们不同吗？是，我和他们当然不同。混账！长计之子，无怪乎此。大哥，又该给您谈清心印了。大哥，自从二哥教了我清心音之后，每次给您清心凝神，都是我来做的，再也没有劳烦过二哥。大哥，不要怪小弟说你，你也太不细心了。你竟然没有发现，我弹的清心音和二哥弹的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庶子敢儿！
别过去，大哥已经不认人了。大哥！大哥！大哥，是我呀，大哥！大哥！是我呀，大哥！不行啊，我这儿只有半块阴虎符的威力，控制不住的。怎么办？杀了吧！这下终于老实了。魏婴，醒来！魏婴，
去哪儿？放飞殿。放飞殿的铜镜是密室的入口，他的夫人情愫刚撞破了他的秘密，被他拖进去了，现在应该在里面。赤峰尊的头颅也在里面，我们赶紧去。且慢！韩光君如此匆忙，可有要事？请容弟子先行，禀报仙都。让开！等你们禀报来不及了。让你们让开不让开吧？王姬，兄长在哪儿？放飞殿。是你们？你们来这里干什么？等一下，这里是我小叔叔的寝殿，你们走错地方了吧？哎，站住！你们这样硬闯，到底要干什么？莲方尊，金宗主，开门！开门！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人都被你引过来了。这里是我小叔的寝殿，寝殿懂吗？我不是叫你千万别……怎么回事？可是白日招待不周，诸位想在我这里再开一场夜宴吗？莲方尊，还好你来得及时啊！再来迟一点，您芳菲殿密室的好东西可就看不到了。密室？怎么了？密室不稀奇吧？只要是有一些压箱底的法宝，谁家还没有几个藏宝室啊？阿瑶，可否打开藏宝室，让我们一观？二哥，既然叫做藏宝室，里面放置的东西必然是要藏起来的。忽然让我打开，这……打开。蓝宗主，传言姑苏蓝氏最重礼，如此看来，传言不过是传言罢了。强入一家之主的寝殿，果真重礼。宿舍，韩光君，苏舍，你当初叛逃蓝氏，却对韩光君依旧亦步亦趋，他用琴你也用琴，请问你有什么资格说姑苏蓝氏啊？传言姑苏蓝氏最重礼，如此看来，传言不过是传言罢了。强入一家之主的寝殿，果真重礼。宿舍，韩光君，苏舍，你当初叛逃蓝氏，却对韩光君依旧亦步亦趋，他用琴你也用琴，请问你有什么资格说姑苏蓝氏啊？你又算哪根葱？算了，苏宗主，我这里边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二哥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只好打开给大家看看了。
金夫人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共有的，阿苏也经常进来看看。二哥，诸位，我这里就这么大，你们想看什么，请自便吧。金光瑶竟然没转移他，也没杀他，他不怕金素说出什么吗？金夫人，夫人。原来莫公子带我们进密室，是为了会金夫人。阿瑶，那是何物？这个，这可是个稀奇物。这支匕首，杀人无数，锋利无比。看这把匕首的刀锋，仔细看，会发现里面的人影不是自己。有时候是男人，有时候是女人，有时候是老人。每一个人影，都是死在刺客手下的临时化成。他阴气很重，所以我加了一道帘子，把它给封住了。这个莫非是？不错，是温若寒的东西，后来给了温情。金夫人，阿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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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苏，阿苏，阿苏，你醒醒，阿苏！阿苏，阿瑶，节哀吧。二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苏为什么会突然自尽？还有，你们为什么忽然聚在芳菲殿前，要让我打开藏宝室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没告诉我？怎么回事？前段时间，我姑苏多名弟子出门夜猎，在经过莫家庄的时候，遇到了刀灵作祟。此刀灵杀气、怨气巨重，弟子们不敢怠慢，并赶回到姑苏禀报，所以忘记一直在追查此事。终于在一个叫义城的地方，发现了刀灵主人的尸体，
颗尸体无头，无法辨认身份，但刀灵却显形了，形状是巴夏的样子。巴夏，那尸体难道是大哥？怎么会？大哥失踪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会？医生哥，你说的可是大哥，是我大哥，也是你大哥。宗主，宗主，宗主，快叫大夫！丝毫分尸，尸首分离，到底是谁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？不知。当到了找头颅这一步时，线索就断了。线索断了。所以，你们就上我这里来找。方才你们让我打开藏宝室，就是在怀疑大哥的头颅在我这儿。也罢，不提了。可二哥和韩光君是如何得知我寝室之中有这间藏宝室？又是如何能判定大哥的头颅就在我这儿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说看到了聂明珏的头颅？怎么说潜入密室？又怎么说那封死无对证的怪信？玄宇，是你这么对我二哥他们说的吗？撒这种一拆就会穿的话有什么用？莫玄宇，当初因为你品行不端，骚扰金夫人，而被金家逐出。而听近来传闻，你不知哪里入了韩光君的眼，竟然随侍身边，出入左右，成为莫逆。而素来以雅正闻名的韩光君，为何会留这样一个品性不佳的人在身边，真叫人费解。过往的事我就不提了，但请你据实交代。阿素莫名自尽，这里面你有没有做过什么手脚？收手！不要胡来的，应该是你韩光君才对。兰湛，让开！夷陵老祖，你就是夷陵老祖？
真的是他！不知夷陵老祖重归于世，大驾光临，在下真是有失远迎啊！三哥，你刚刚喊他什么？他不是莫玄羽吗？阿玲，你快过来！诸君千万小心，他把他的剑拔了出来，他一定就是夷陵老祖魏无羡。哎，难道谁能拔出这把剑，谁就是夷陵老祖啊？三哥，韩公君，你们双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没有误会，他一定就是夷陵老祖魏无羡。最简单的证明方法就是，请他摘下面具。等等，小叔叔，舅舅，你当初在大梵山的时候，不是用紫剑抽他一鞭子吗？他没事啊。不是说凡是被夺舍的人，紫电一抽，必定会原形毕露吗？所以，他也不一定是魏无羡吧？大梵山，不错，阿离，你这么一提醒，我也记得当时在大梵山出现了什么东西，照出鬼将军温宁的，不也就是他吗？诸位有所不知，原先玄羽还在金陵台上时，曾在我这里看过一份夷陵老祖的手稿。这份手稿记载的是一种邪术，名为舍身咒，是以自己所有的灵石为代价修复重伤之人的。这种法术，就是江宗主你再用紫电抽他100鞭子也是验证不出来的。夷陵老祖，当年你跳下不夜天悬崖时，你的佩剑就被我兰陵金氏收藏了起来。可没过多久，它便自动封剑了。封剑是什么？相信不必我多做解释。此剑有灵，他拒绝让魏无羡以外的人使用它，所以他封住了自己。除了夷陵老祖本人，其他人可是绝对拔不出来的呀。封剑，而这位莫玄羽，当着你们的面，把这把尘封了16年的剑拔了出来。仙朵，追不追？追！阿离，想不到他就是夷陵老祖魏无羡。他处心积虑骗了我们所有人，也不怪你把杀父仇人当作朋友，还一路相护。你给我追！追！快！抓住魏婴！抓住魏婴！握住夷陵老祖！他们这些，快追！安晨，不要过来！夷陵老祖，这时候你还不将你的面具摘下来？
夷陵老祖不愧是夷陵老祖，16年后重归于世，就把我们玩得团团转。不仅仅是金陵，就连寒光君也着了你的道。不错，非也。我早知道他是魏婴。蓝湛，蓝湛，你不用如此。这种情况我早就已经习惯了，先跑再说。你就说是受了夷陵老祖的蒙骗，旁人不敢说你什么。魏婴，你记不记得，在云深不知处你问我什么？蓝湛，不过在那个时候，你真的信我吗？一条独木桥走到黑的感觉，确实不差。管他熙熙攘攘阳关道，我非要一条独木桥走到黑。蓝湛呀，蓝湛。哎，蓝湛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可得想好，要是真和我出了这个门，你的名声就都毁了。还打不打？话多。打！走。你若赢，真的是魏婴魏无羡。金陵，这个事情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啊。
阴虎符终究不是正途，一旦心神不稳，就无法控制。安战，你是担心我会像温若寒一样被阴铁控制？可是阴虎符不是阴铁，我也不是温若寒。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好笑罢了。从前所有人都畏惧奉承我的时候，你是唯一一个骂我的人。但是现在，所有人都巴不得我死，都恨我、唾弃我的时候，你却是唯一一个站在我身边的人。腹部的伤，伤，没事了。蛇神咒留下的，如何解？不过我现在知道了莫玄羽最后一个敌人是谁。只要他死了，这个咒自然就会解了。是金光瑶。现在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相信莫玄羽是因为纠缠金夫人而被赶下的金鳞台。只怕他也是知道了金光瑶的什么秘辛，想要告诉秦素，却被金光瑶先下手为强了。为何这么做？但是我敢肯定，莫玄羽知道的这件秘辛，肯定和写信的是同一个人，而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一直引我们追查赤峰尊死因的人。这个人看来知道金光瑶不少见不得人的事情，而且恨他入骨。你说，这个人会不会是金光瑶的情人啊？因爱生恨。你的剑。谢谢。
说他当真自动封建了？这里是净室。是。你把我带回了余生不知处，万一被你大哥发现了怎么办？啊？已经发现了。麻烦了，邹无君。是我让忘机带你回来的，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，就先请魏公子屈尊在这住下吧。只要有我在，他们还不敢上云深不知处要人。邹无君，那么敢问，赤峰尊的尸身在哪儿？大哥的尸身，各世家已亲眼见过，眼下暂由怀桑保管。我也派了可以信任的人前去看顾。那金光瑶的反应？天衣无缝。他说了，一定会追查到底，也一定会给出一个交代的。不过与此同时，既然魏公子醒了，那么忘机，你是否也得给我一个交代？兄长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兄长，赤峰尊的头颅确实在金光瑶手中，你亲眼所见？他亲眼所见。你相信魏公子？信。那金光瑶呢？不可信。忘机啊，你又是如何判定一个人是否可信的呢？你相信魏公子，可我也相信金光瑶。大哥的头颅是否在他手上，我们没有人亲眼目睹，都是凭着我们对另一个人的了解，相信那个人的说辞而做出的判断。你自认为了解魏公子，所以你相信他。同样，我也认为我了解金光瑶，所以我也相信他。你认为你没错，难道我就不能认为我自己是对的吗？蓝宗主，魏公子请放心，在事情查清之前，我不会偏袒任何一方，我也不会暴露你们的行踪，否则我就不会让忘机把你带回来，并为你疗伤了。多谢蓝宗主，愿意给魏某一个机会。赤峰尊的头颅在金光瑶的密室，千真万确。我非但见到了，还看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，不知道能不能当作证明。魏公子，也许你确实看到了一些东西，但是你不能证明，你就是在金陵台的密室看到的。此话不假。那我再说一些其他的东西吧。赤峰尊的直接死因，的确是因为走火入魔，但是蓝宗主，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吗？刀灵作祟是原因其一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件事的背后，会不会还有其他的诱因呢？那你觉得还有什么诱因呢？清心印。魏公子，你可知道这清心玄音是我亲手交给金光瑶的？那就请蓝宗主好好听一听，这支曲子有什么古怪。
这支曲子是否是蓝宗主交给金光瑶的那支？是。此曲冷僻，且难习。是金光瑶自己点名要学的？没错。那既然这首曲子这么难学，金光瑶为何要选这一首，而不选其他易学的？因为我跟他说过，清心音虽难习，但效用极佳。此曲确实刁钻。魏公子，刚刚不也是吹错了一段吗？我刚才吹错了？有一段错了。错了？难道？魏婴，没错，是错了。不是我错了，是金光瑶错了。在共情的时候，他确确实实就是这么弹的。我可以保证，我只是一段不差的重复了一遍。难道是他学错了？不可能啊！的确不可能。脸方尊聪明如斯，记忆力超群，怎么可能会记错曲调呢？多半是故意的吧。我再吹一次，还请二位仔细听我刚刚吹错了的那一段。停！就是这段。果然是这一段。但是我觉得没有违和呀。确实没有违和，但一定不是清心音的部分。你们随我来。蓝宗主，这里能否找到旋律的来源？这里不行。这里可以。这里是禁书室。这一格全都是易卜志。
这本乱破抄到底什么来历？这是一本东瀛秘曲集，相传是姑苏蓝氏一位修士乘船漂流至海外，在东瀛之地流浪数年，搜集而成的一本写曲集。这书里的曲子，若在弹奏之时加以凌厉，能作害人之用，或日益消瘦，或心情烦躁，或气血攀张，或五感失灵。而灵力高强者，能在3响之内取人性命。就是他了。安宗主，这乱破抄里面有没有这样一支曲子，可以扰人心神，使人元神激荡，气血翻腾，易怒、易躁之类的？应该是有的。3响之内取人性命，下手太狠了。他应该不会选择这样杀伤力强的邪曲。但是如果他借这位赤峰尊弹奏清心玄曲，助他平定心神的理由，连续弹奏3个月，这样的曲子有没有可能像慢性毒药一样，催化赤峰尊的发作？